欢迎收听1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2章21到23节，新年需禁忌。在这里听到禁忌的时候，让你想到什么呢？有人说在过年期中有许多的禁忌，譬如说初二就是要回娘家的日子，但是有人说现代这样做还符合性别公义吗？可是有人说初二就是有很多禁忌的日子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不知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然你接下来睡一整年该怎么办？在过年期间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听到吉祥话，好像说了那个不好的话好像会睡一整年在这里今天的经文会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做了好事没有被记得，那还有人想要做好事吗？还有人会期待有好事要发生吗？或者是有人做了坏事却没有被记得，那我们说公义在哪里？或者是还会有审判发生吗？或许在今天我们在面对许多禁忌的时候，你跟我的经历早就都已经禁忌在上主的历史里面，就是尽都记录在上主的历史里面。也就是说，今天的经文其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会遵行一些法则，或者是我们不要跟随着一些我们认为是这个过时了，或者是这个古代才要去遵行的，或者我们觉得就是一些民间的习俗的时候，其实它背后都有跟我们心里有关的原因。然而不论这件事有做没做，我们做了有没有被记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都掌握在上主的历史里面。而这其中很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尽都记录下来的是什么呢？我想是上主他在历史中赏赐给我们的圣经文本里面所说的话，也是我们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相反的要以祝福回报，因为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你们。彼得前书3章9节这样说上帝呼召人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人，他是要赐福这个整个受造界。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主，他的心意是要让人从他来领受赐福。而当我们相信，而且我们遵行这条道路去行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好的事发生吗？在今天，好像末底改他的经历就给我们一个问号、惊叹号、逗点或者是句点。在今天的经文说到，末底改在王宫供职的期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发现了应该算是他的同事，只是他的同事这两位他们的心意跟他不一样。这两位，一位叫辟探，一位叫提列，他们非常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谋杀他。然后末底改他因为是他们的同事，所以他会知道嘛，或者是会觉察到一些不对劲。他发现了这个阴谋，就去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把末底改的发现这个阴谋转告给王。结果我后来真的去查证了，这个真的是要害王这两位。于是他们就被王吊死在绞刑架上，而且王还命令要将这个事情的始末记录在官方的历史的这个记录里面。这件事情看来是末底改做了一件很有帮助，对当时的王来说，以及应该是要这个论功行赏的。然而在今天的经文最后没有讲到这件事，只是讲到他被记录了。而且我们后来会发现，后来兴起的竟然不是他，而是跟他立场可能有一点对立，不是可能就是很对立的哈曼。
反而是他被兴起来了。这样我们会问，我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做好事好像没有被记得，可是我可能做坏事，我以一些心机来去面对不管是权位或在过年期间跟家人的相处，感受上好像也不会被记得不会被发现呢。很多时候人就是在这些事上面得罪了神。罪其实很常牧者们都会分享，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不应该做的我却去做了，所以我得罪了人，得罪了上帝，甚至得罪了我自己。但还有一个是我们比较少说到，或是比较少意识到，就是那个应该要做的我们却没有做。这其实也是得罪上帝，得罪人，得罪我们自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当人想要去符合一个规范，或者想要去打破一个规范的时候，其实背后都会有他的动机。而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从21到23节都有讲到其实他们都在寻求，只是寻求的不一样。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被创造的目的是要被赐福，是要经历平安，是要领受丰盛？如果我们这样相信，我们的寻求或许就会有不同咯。以斯帖的寻求不是为自己求很多很多很多，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而是他寻求他需要，这样够了。然而批探和提列，他们身为一个守门的太监，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要保护王宫的安全。以斯帖他的心态是他已经拥有，他需要，他够了。但是批探和提列却没有保护皇宫的安全，反倒因着一些原因，他们是要做那不应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没做，不应该做的事倒去做了。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上主其实都知道。而在这里我们或许会说，末底改最衰了，他明明就合乎这些应该要做的事，甚至他多做了好事，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他只是被记录在史册上，也没有被奖赏。有些人会说，没有被奖赏怎么办？其实在当时没有被奖赏是比较少见的，像这样的大事应该是会被奖赏的。然而现在的没有被奖赏，不代表未来不会被奖赏哦。在上主的历史里面，我们若真实相信这掌管历史的是他，在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段的记录因着他的现在没有被奖赏，将来的奖赏可是大的呢。因为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赐福给我们，然而那赐福的时机跟机会是在他的手里。在我们面对在这个世代，特别在过年期间许多禁忌的背后，我们有觉察到我为什么会要这样做，我是出于害怕，我是出于什么样的根据，而这件事情它是否是上主他的心意呢？寻求上主创造的神迹，也就是神作为的痕迹，若这是属乎神的，我们当然要去追寻。然而这若不是属乎神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求主的话来充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着那真实的平安跟祝福，也给予我们，让我们有给予别人平安和祝福的心机，而不是计较害人，或者是充满害怕恐惧未知的心机。这个是2023我们真正的禁忌吗？也就是我们2023真正需要尽都记住的吗？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哦。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
让我们看见在世上人因着许多的感受想法而有了许多的禁忌。然而主，我们要在这禁忌中说，主你才是我们真正要追寻，才是我们真正要遵循的那个方向的那个心意。恳求主你向我们赏赐你平安祝福的心意，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做我们不做都是出于主你的心意。带领我们也在这个过年的时间，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做了好事没有被记得，或许在现在没有被记得，但在永恒当中已经被主你所记得了。而这样的记得，主啊，安慰我们的心，也使我们的心更坚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活在这个过年，活在这段时间，更是活在上主你永恒的恩典跟永恒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更多活出你的心意，是要给予人平安祝福。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你的福音，也让我们在今天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带下许多从你来的看见、平安跟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在大年初二一起来经历，记得上主给你的平安赐福的心意，他要让你成为一位和平使者，成为一位带给人平安和幸福感的人。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